一套以前新人班會教嘅做生意工具，唔知你有冇用呢？唔准諗，即刻答。客戶100，你有冇用呢？哇，唔係啊，仲講客戶100？我哋先唔好講佢係紙本定係電子版，我哋先講下佢背後嘅意義先。想像下你落樓下睇翻你嘅家庭醫生，姑娘喺後邊好多嘅覆診卡裏邊揾翻你嘅資料，見到佢背後有大量嘅覆診卡，每一張嘅覆診卡代表咗每一位嘅客戶，亦都代表咗呢一位醫生背後咁多位客戶所帶嚟嘅一啲安心。另外，傳統嘅客戶100會寫一系列嘅名字，呢一個咧要跟喎，呢一個咧可能就需要打電話俾佢啦。咁如果當每一單成交咗嘅話，你可以用支筆查咗佢，令到你呢個禮拜有一個黃金跟進名單，亦都提醒咗你需要跟進以下嘅客戶啦。如果你有任何嘅手機 Apps Excel 跟進名單，可以幫助你提醒你以下邊啲客戶需要跟進嘅話咧，甚至乎幫助你引導新人應該點樣做跟進嘅話咧，可能你未必需要呢個工具。又或者點樣透過客戶100同埋傳統嘅比率分析，我哋點樣做生意呢？關於比率分析，我哋聽日再講啦。